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客家子弟涂达中原本在台北是一名土木工程师。8年前呢，他因为想念妈妈的客家菜，决定放下一切，回乡接手爸妈的面店。从完全不会做菜的门外汉，到现在呢，他不但是会做传统的客家料理，同时呢还会研发创意料理。工程师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传承了爸妈的好手艺，也将客家美食光大。虾球、板条、招牌豆腐，一道接一道，热腾腾上菜。涂老板忙进忙出，还要身兼大厨。把炸过的板条放进锅里，经过大火快炒。客家板条吃起来特别香 Q 弹牙。苗栗公馆这一家30多年老面店里，这一道独门料理让客人一吃就上瘾。比较道地啦，像那个面那些啦，尤其是炒板条，那炒板条最有名。炒得一手好菜的就是面店第2代接班人涂老板。看他厨师、跑堂、兼掌柜，统统一手包办，很难想象几年前他是个不会下厨的门外汉。学厨艺啊，花了大概2-3年，才慢慢把大部分的东西都学会。涂达中，苗栗公馆客家人，原本在台北工作，担任土木工程师。8年前半路出家，接手面店，就立刻获得了客家美食认证。工程师摇身一变，拿起锅铲，都是因为在都市打拼，格外想念从小吃到大的客家菜香。只要回来，妈妈都会做她的传统的菜给我吃。那时候我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妈妈的菜这么好吃。就后来在台北工作，就会怀念她做的那个味道。保留妈妈的味道，面店有客家板条、梅干扣肉等古早味，而老板也会研发新菜色，像是用苗栗红枣搭配冰镇南瓜做成甜点，或是飘着福菜香的肉丸。来一趟传统的、创意的料理都能吃得到，也让老板做出口碑。生意好到要抽号码牌，每天用餐时间，面店总是这样高朋满座。涂老板在短短2年内，把原本20平的面店扩展到现在60平大的规模。这里还保有他小时候爸爸妈妈挥汗煮面的画面，游子回乡，传承上一代的好手艺，也让客家美食世代飘香。从工程师到厨师，妈妈的好手艺是指南，客家的好滋味是动力，让涂老板上菜有创新的惊喜，有传统的满足。就在福乐面店里，有幸福快乐的感动时刻。